繼續來看日本即擺真紅、真流行的鴨鱒，有希望出現伫個基隆。不過，民進黨質疑是烏箱作業。民進黨基隆市黨部根據着週刊的報道，點名市政府的預算為5000萬增加到1.3億，而且採買車型疑似獨立着特定的廠商。市政府是出面來反駁，講這增加這個經費是用你的稅金甲碼頭的建設，絕對無道理的問題。尤其迄個叫馬術衝入湖內底變成船，日本真正的觀光鴨鱒，基隆未來嘛有可能看會到。要不過民進黨基隆市黨部開記者會，質疑市政府這項上新的施政涉嫌烏箱的作業。當初去日本考察，都是多家公司。如果這個技術規格跟整個採購的條件，它是為了特定的車型來做設計，那所謂的公開招標，其實只是走一個途徑的流程而已哈。唔那買船被質疑有獨立之嫌，連相關的預算嘛被點名講有問題。整體的經費，據媒體週刊的報道，從5000萬增加到1.3億。那兩輛的運具呢，總共是4998萬。那明年會交車，進口稅呢就佔了3000多萬。基隆市政府回應講，增加預算的部分主要是要納中央的稅以及起碼頭的相關費用無道理的問題。民眾黨的市議員參選人嘛挺市政府。我們認為其實確實有助於帶動整個中正區的觀光。水陸兩棲的運具，其實在之前高雄其實就有相關的案例，那也是非常成功的。基隆市政府買鴨鱒，未少鄉親期待對着觀光會有正面的影響，想袂到講即馬有發生爭議。這項計劃敢會成，恐驚也無確定。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